電氣道城市花園一單位，今日5月12日下午5時許有外傭報案，表示家中一名11歲女童反鎖於洗手間內，懷疑她昏迷。消防員接報趕至破門，驚覺女童在洗手間內已跳繩上吊，隨即將她解下，並送律敦治醫院搶救，可惜最終回天乏術。警方於現場檢獲遺書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消息指，外傭發現女童一直未有離開廁所，敲門亦未有人應門，擔心發生意外，於是報警。據了解，女童因家庭壓力不開心。來源網址：北角城市花園11歲女童輕生，疑反鎖洗手間內自縊，送院不治。北角電氣道城市花園一單位，今日5月12日下午5時許有外傭報案，表示家中一名11歲女童反鎖於洗手間內，懷疑她昏迷。消防員接報趕至破門，驚覺女童在洗手間內已跳繩上吊，隨即將她解下，並送律敦治醫院搶救，可惜最終回天乏術。警方於現場檢獲遺書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消息指，外傭發現女童一直未有離開廁所，敲門亦未有人應門，擔心發生意外，於是報警。據了解，女童因家庭壓力不開心。來源網址：北角城市花園11歲女童輕生，疑反鎖洗手間內自縊，送院不治。